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89节到96节，耶利米书36章11节到26节，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被改变。今仔日是围炉除夕夜，所以伫遮先恭喜大家兄弟姊妹新年快乐。佮接续即几天每日读经的经文，牧师就无要甲录做伙，只有用即个简单信息的分享，请兄弟姊妹才家己来读即个每日读经的经文。保罗伫写互哥林多教会的批信中间，安尼讲着，讲若是有人伫基督内底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一切拢变成做是新的。基督徒的生命必须爱改变，但是改变的力量毋是对家己来，是上帝来对基督教我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需要被改变，这是事实，嘛是必定的代志。咱着爱借着圣神的开展，然后来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但是咱看伫旧约的圣经，约拿敬王，伊并无要领受上帝的话，伊生命无愿意被改变，并且呢，命令烧掉耶利米先知所写落来这个册卷。这记载伫耶利米书36章11节到26节，就是今仔日的经文。咱另外看到保罗所咧写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保罗不但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就是头前牧师所读的这段的经文，讲到着新创造的人的教导。佮进一步伫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2节到12节，相对伫因伫马其顿宣教的困境，安怎得到上帝的鼓励？保罗也提到讲，伊写的前一张批互哥林多的福音呢，教会基督徒呢，心内艰苦忧愁你搁进一步讲，望正着安尼提醒，会能改变因的心意，互因会通领受上帝的救恩。所以，求主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特别是伫旧历过年新的开始，咱愿意互上帝的圣神来改变咱，互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求主祝福，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